仲記唔記得當初政府宣布將2蚊乘車優惠門檻由65歲降到60歲嗰陣，大家係幾咁開心？當時個個都話政府終於肯做反件好事，體恤下班啱啱退休，想周圍走下嘅銀髮族。但係好景不常，呢排風向好似變咗，社會上面開始出現咗好多聲音，話呢份咁好嘅福利可能係政府財政上面一個無底深洞。最近甚至有傳聞同埋專家建議，話2蚊乘車可能好快就會成為歷史，取而代之嘅可能係所謂嘅2折優惠。你可能會覺得2蚊同2折咪差唔多，如果你咁諗就大錯特錯啦。呢個改動唔單止係銀髮族嘅事，直情係會牽連到每一個交稅、每日逼巴士地鐵嘅普通市民。今日我哋就嚟深挖下，到底呢個咁受歡迎嘅福利係點樣一步一步走向變質？如果真係改咗做2折，對你、對我、對成個社會有咩深遠嘅影響？我哋先嚟睇下背景。呢個2蚊乘車優惠，正式個名叫做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最早喺2012年嗰陣推行，當時嘅出發點係非常好嘅，就係想鼓勵老人家多啲出入，融入社區，唔好成日匿喺屋企，咁樣對佢哋嘅身心健康都有好處。最初嗰陣，政府預算1年嘅開支大概係幾億港紙，當時財政仲好鬆動，呢幾億真係碎銀嚟。但係隨住香港人口老化問題越來越嚴重，加上喺2022年2月27號開始，政府將門檻由65歲降低到60歲，仲要換埋張樂悠卡先可以用，領取優惠嘅人數瞬間激增。根據最新嘅財政預算案數據，2023至2024年度，政府喺呢項計劃上面嘅開支已經升到去約莫40億港紙。你想象下，40億係一個咩概念？而隨住2024、2025、2026呢幾年，戰後嬰兒潮嗰一代人全部踏入60歲以上，呢個開支只會好似坐火箭咁升。有專家估計，如果政策唔改，去到2030幾年，呢個開支可能會過100億。喺而家政府年年赤字，庫房不斷縮水嘅情況下，呢錢就變咗一個好大嘅財政壓力。點解會有人提出2折呢？其實呢個概念係想將定額資助變成比例資助。而家嘅2蚊優惠，無論你坐一程原價5蚊嘅小巴，定係坐一程原價50幾蚊嘅長途大巴，老人家都係出2蚊。中間嗰個差價，全部由政府公帑補貼返俾交通營運商。咁樣就產生咗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就係所謂嘅長車短搭。你試下想象，有個老人家喺中環想去灣仔，本身坐普通巴士可能幾蚊，但係有一架去屯門或者元朗嘅長途巴士喺前面，原價要20幾、30蚊。個老人家心諗，反正我出都係2蚊，邊架嚟先就上邊架啦。結果佢坐咗2個站就落車，但係政府就要補貼嗰30幾蚊同2蚊之間嘅差價俾巴士公司。呢種資源浪費，正正係而家最俾人詬病嘅地方。如果改做2折會係點？如果嗰程車係30蚊，2折就係6蚊；如果嗰程車係10蚊，2折就係2蚊。咁樣老人家就會自覺啲，去短途就坐反短途車，因為長途車雖然有2折，但始終貴過2蚊。咁樣一嚟，政府嘅補貼支出可以即時封頂，二嚟可以解決長車短搭佔用長途車資源嘅問題。但係對於好多基層長者嚟講，呢幾蚊嘅加幅，積少成多，其實係好重負擔。我哋再講深一層，點解話普通市民都會受影響？首先，政府嘅錢係來自納稅人。如果呢項支出繼續失控，政府一係就要加稅，一係就要削減其他開支，例如醫療、教育或者基建。你而家可能覺得2蚊優惠唔關你事，但如果因為呢開支太大，搞到公立醫院排期再長啲，或者你住嗰區嘅修路工程停晒，咁你就係間接受害者。再者，交通公司嘅加價壓力，而家巴士公司、港鐵成日話營運成本高，要加價。如果2蚊優惠改咗，或者政府減少補貼，交通公司可能會更加頻繁地申請加價嚟維持利潤。到時受苦嘅又係我哋呢班要返工返學，
每日俾全費嘅普通市民。仲有，如果老人家因為兩折變貴咗而減少出街，社會嘅消費力又會下降，對而家已經唔係幾好嘅零售市道嚟講，直情係雪上加霜。有人提議唔好一刀切改做兩折，可以逐步取代。例如，可以先設一個補貼上限，譬如每程車政府最多補貼10蚊，超過嗰部分就要用家自付。或者係設一個每月限額，每個月頭100程2蚊，之後就恢復原價或者兩折。甚至有人建議要搞入息審查，但係呢樣嘢喺香港好難搞，因為行政成本可能仲貴過補貼嗰錢。我哋睇反政府而家嘅態度，雖然官方目前仲係話冇計劃取消，但係大家都知道，當政府開始講檢討、講可持續性嘅時候，就代表改動已經係板上釘釘嘅事。2024年開始，政府已經加強咗打擊濫用優惠嘅巡查，呢個只係第一步。下一步好大機會就係針對長車短搭去做嘢。其實好多60至64歲嘅朋友仲返緊工，佢哋可能係一班相對有經濟能力嘅人，將佢哋同80、90歲完全冇收入嘅老人家放埋同一類去補貼，係咪真係公平？呢個亦都係社會爭議嘅焦點之一。有啲後生仔會覺得，我哋每日辛辛苦苦返工，搭車一程10幾20蚊，但係見到啲老人家明明唔趕時間，都要喺繁忙時間同我哋逼車，仲要係2蚊搞掂，心入面難免會有一種唔平衡。這種社會矛盾，正正係政策制定者最頭痛嘅地方。如果處理得唔好，好容易會挑起世代對立。老人家會覺得，我為香港貢獻咗大半世，而家老咗想享受下福利，你哋就話我係負擔。而年輕一代就會覺得，我哋供養緊成個社會，但係我哋嘅負擔越來越重，未來完全睇唔到希望。如果真係改咗做兩折，我哋可以預見到一連串嘅連鎖反應。首先，老人家嘅出行模式會改變，佢哋會更加精打細算，可能會再好似而家咁，為咗去另一個區買棵平2蚊嘅菜而專程搭車。呢種活動量嘅下降，長期落嚟會唔會增加醫療開支？因為老人家少咗活動，身體自然差啲，心理健康亦都會受影響。如果因為慳嗰幾蚊交通費，最後要用幾千蚊去睇醫生，咁政府最後係咪真係慳到錢？另外，對公共交通工具嘅載客率都有影響。而家非繁忙時間，巴士地鐵好多時都係靠呢班2蚊長者嚟撐住個客量。如果佢哋唔搭，交通公司嘅收入會唔會跌得仲犀利？到時佢哋又會唔會用乘客量減少做理由嚟申請加價或者減班次？最後影響到嘅又係要返工嘅普通市民。我哋亦都要考慮到樂悠卡嘅普及化。而家一定要用樂悠卡先有2蚊優惠，呢個系統其實已經記錄咗好多數據。政府其實有能力追蹤邊啲人經常長車短搭，邊啲人係濫用。與其一刀切改做兩折，係咪可以利用大數據去精準打擊濫用嘅人？例如，如果系統發現你經常坐長途巴士，但係短途落車，可以發出警告，甚至暫停你嘅優惠。咁樣比起直接加老人家價，會唔會更容易受大眾接受？講到呢度，我諗起之前有個朋友同我講，佢爸爸而家62歲，自從有咗2蚊乘車之後，每日都會去唔同區嘅公園行下，識咗好多新朋友，個人都開朗咗。如果改咗做兩折，佢爸爸可能就會諗過度過，最後選擇留喺屋企睇電視。呢種無形嘅社會代價係好難用金錢去衡量嘅，但係現實始終係殘酷嘅。香港嘅財政儲備由幾年前嘅1萬多億港紙跌到而家得返7000幾億。如果每年要拎幾十億甚至100億出嚟補貼交通費，確實係一個好重嘅負擔。尤其係而家香港面臨人口老化嘅高峰期，未來20年65歲以上人口將會佔總人口嘅1/3。你試諗下，3個人入面就有1個搭車係2蚊，另外嗰2個人要點樣先可以支撐到呢個系統？所以改兩折或者改2蚊兩折，即係徹底價2蚊，或者兩折，
取其高者呢啲方案，其實喺政府內部已經研究咗好耐。好大機會嘅做法係採取溫水煮青蛙嘅策略，例如先將2蚊加到3蚊或者4蚊，然後再限制60至64歲人士嘅使用時段，避開繁忙時間。最後，當大家習慣咗加價，再引入2折嘅機制。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我哋最應該關注嘅係呢啲政策嘅變動係咪真係能夠將資源用喺最需要嘅人身上。我哋唔希望見到老人家連基本嘅社交生活都因為交通費而受阻，但係我哋亦都唔希望見到公帑被無效地浪費喺一啲可以避免嘅行為上面。其實，解決長車短搭最有效嘅方法，唔一定要改優惠，而係要求巴士公司全面落實分段收費。而家香港好多巴士線，你中途落車係冇得減錢嘅，除非你落車嗰陣再拍一次卡，或者用一啲好複雜嘅折扣系統。如果全港巴士都可以做到落車拍卡退回差價，咁老人家就算搭長途巴士去短途地方，政府補貼嘅都只會係嗰段短途嘅差價，咁樣問題就迎刃而解啦。但係巴士公司一直都唔係好想做，因為咁樣會令佢哋嘅收入減少。呢件事反映出政策嘅成功唔單止係政府嘅責任，亦都係交通營運商同埋每一位使用者嘅責任。如果大家都可以自律啲，見到長途巴士就留俾真係要去長途嘅人，老人家自覺選擇合適嘅交通工具，咁2蚊優惠可能仲可以行多一段時間。但係如果大家都係攞到盡嘅心態，咁呢個制度嘅崩潰只係時間問題。2026年、2027年將會係香港人口結構轉變嘅關鍵年，到時社會上面關於福利開支嘅辯論只會越來越激烈。我哋一定要保持理智，唔好被啲煽動性嘅言論影響。老人家唔係負擔，佢哋係社會嘅財富，但係財富嘅管理一定要有智慧。如果你問我覺得最終個方案會係點？我大膽預測，政府會喺未來1-2年內，首先針對樂悠咭持有者，即係60至64歲進行調整，可能會將佢哋嘅優惠改為3蚊或者半價，而維持65歲以上長者繼續2蚊。咁樣可以緩解財政壓力，又可以照顧到最年長嘅嗰群人。同時，政府一定會要求交通工具營運商喺技術上面配合，加強監察。普通市民方面，大家可能要心理準備，未來幾年交通費加價嘅頻率會增加，因為政府唔想再喺補貼上面出咁多錢，交通公司就要轉嫁成本俾普通乘客。最後，我想同各位長者朋友講，雖然政策可能有變，但係保持心境開朗，多啲出街行下依然係好重要嘅。如果真係改咗制，我哋就一齊學習點樣做個精明嘅消費者，用最平嘅方法玩轉全香港。而對於後生一輩，我哋亦都應該多啲體諒，畢竟每個人都會老。今日我哋為長者爭取嘅，其實亦都係為未來嘅自己爭取。呢場關於2蚊定2折嘅博弈，其實反映咗香港喺資源分配上面嘅大難題。點樣平衡財政穩健同埋社會福利？點樣喺經濟低迷嘅時候，依然維持到一個有溫度嘅社會？呢啲問題冇標準答案，但係需要我哋每一個人去思考。如果有一日你發現你將樂悠咭拍落去唔再係都1升2蚊，而係變成5蚊、6蚊，你唔好覺得驚奇，因為呢個時代已經變咗。我哋要學識嘅係喺改變中揾到新嘅生活方式。政府嘅政策可以變，但係我哋對生活嘅熱愛、對社區嘅關懷唔可以變。嚟緊呢幾個月，大家一定要留意政府嘅諮詢文件或者官員嘅放風。通常呢啲大政策改動之前，都會有一連串嘅輿論鋪墊。如果你對呢件事有意見，一定要發聲，無論係支持定反對，每一把聲音都係社會共識嘅一部分。最後，我希望大家可以將呢個資訊分享俾身邊嘅長者同朋友。好多老人家唔識睇新聞，或者聽啲唔聽啲，好容易會產生恐慌。話俾佢哋聽，就算改，都係一步步嚟，唔會聽日就冇咗2蚊車。大家有個心理準備，理財規劃做得好啲，自然可以應對未來嘅變化。
香港係我哋嘅家，呢度嘅每一分錢福利都係大家努力反工反返嚟嘅。點樣用得其所，點樣細水長流，係我哋共同嘅課題。2蚊乘車優惠嘅全費只係冰山一角，背後代表緊嘅係成個香港社會制度嘅轉型。我哋要一齊睇住個局點樣行，一齊為香港嘅未來揾出路。唔好忘記，數字雖然係凍冰冰嘅，例如40億、100億，但係呢啲數字背後係一個個活生生嘅人，係一段段精彩嘅退休生活。我哋唔希望因為財政問題而抹殺咗老人家嘅笑容，但係我哋亦都要認清現實，量入為出係持家之道，亦係治港之道。如果你係政府官員，你會點揀？係繼續維持2蚊，哪怕庫房乾塘，定係忍痛改制，哪怕俾人鬧到飛起，定係揾到第三條路？呢個問題留返俾大家一齊諗諗。大家最近搭車嗰陣，不妨觀察下身邊嘅老人家係咪真係如傳聞中咁濫用，定係大多數人都係安分守己？有時數據會呃人，但係你嘅眼光唔會。多一份理解，少一份偏見，社會先可以行得更遠。2026年嘅香港同2012年推行2蚊優惠嗰陣已經完全唔同晒。我哋面對嘅挑戰更大，但係我哋嘅韌性亦都更強。無論最後係2蚊、3蚊定係2折，我哋都要一齊面對。多謝你聽咗咁耐，呢個話題雖然有啲嚴肅，但係同我哋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我會繼續同大家跟進呢件事嘅最新進展。如果你有咩睇法，或者你有更好嘅建議可以幫政府慳錢又唔影響老人家，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分享。下次見。